劈依家。阿天佑啊，同阿天佑同阿 Bosco 唔好後我 Terry 喎。好嘢！邊個最近個波啊？邊個最近個波啊？追住佢，追住佢。好嘢！Terry 開踢 ，Terry 開 ，Terry 開。Angel 啊 ，Angel，兩個 corner 啊嘛，兩個 corner。Terry 望 Angel，Terry 望 Angel。好嘅，防守 defend。好嘅 ，good tackle，好嘅。follow，有冇 follow？ 啊，好嘢！追掉翻頭，Angel 冇掉翻頭 ，Angel， 阿德掉翻頭呢邊。天佑 ，Bosco 可以前少少，係嘛？我哋而家冇對手喺後面啊嘛，可以前啲。好嘢！天佑，呢啲波唔好踢入去啊，踢向前得啦，知唔知啊？唔緊要，再跑，唔緊要。繼續佢，自己去，贏佢。繼續佢，贏佢。追翻。好嘢，唔緊要。係啊，逼住佢，好嘢，叻仔。唔緊要，上嚟。阿 Marcus 啊，預備好，呢一陣換你守龍門，得唔得？好嘅。自己去，贏佢，你一個贏佢啦。好嘅，邊個最近個波？防守。喂，天賦班一個跟住一個喎，出面有幾多個人？望下喎，出面有幾多人？
好淘汰賽嘅而家係進行緊第一場嘅比賽，下一場嘅比賽咧 U10賽程 C 場區會由民生對九龍城 ，D 場區何澤雲對 J Fokker， 麻煩雙方球隊去到場邊預備。當第一場比賽完咗之後，就會立即進行第二場比賽。麻煩所有領隊同球員咧都要喺場邊預備好，立即進行比賽。U13賽程下一場 A 場區會愛禮信對民生 ，B 場區行天對何澤雲。麻煩雙方嘅球隊立即去到場邊等候。當第一場比賽完成之後，你哋第二場比賽就會立即開始。坐低有冇坐低得唔得？踢晒踢晒，好嘢！誒，坐低得唔得？搞擺後少少啊！喂，我哋而家喺呢度開界球喎，全部去晒嗰邊做乜嘢啊？可唔可以揾個人幫佢？好嘢！指明你 defender。喂，雞巴 Sir 講乜嘢啊？邊個最近波就過去啊嘛，係嘛？巴佬，準備啊！一陣咧換你去打前鋒，冇問題。唔好換聽着啊！換 Terry 啊！好嘢，好嘢！去波！康娜，聽住，開，阿 J，邊入出嚟？等陣。坐低得唔得？坐低。係嘛？攞定個波係啦，掟啦，叫你踢喺邊度？好嘢！大家睇睇。好嘢，跑佬，聽住。阿龍嗰陣咧換 hand 你咧叫 Terry， 你叫 Terry 踢上得啦，叫 Terry 踢中場你即係你做防守得唔得？你做打翻中間嗰位。聽住。阿 Terry 打翻中場。
齊身，好嘢，追住佢，擺波，出界喎。好嘢，路佬。Martin，再換籠啊！阿飛啊，你唔使帶手得唔得？你問阿飛佢得件衫，邊度冇？差唔多。係你會聽嘅就係冇問題。打前鋒。坐低先踢完嗰啲球咯。好嘢！Harry，我哋波界球啊，用手啊！冇用手。再講一次下一場嘅賽程啊 ！U10 喺 C 場區會由思明啊，生對九龍城。啲波唔好踢翻後面啊，踢前面啊！ D 場區會由何澤雲對 J Soccer。U13 A 場區愛禮信對恒生。B 場區恒天對何澤雲。麻煩所有球隊咧都要喺場邊預備好下一場嘅比賽。如果邊隊球隊咧太遲都去唔到球場進行比賽嘅話咧，唔緊要，我哋就可能會扣時間或者判你輸嘅。麻煩你哋捉緊時間去到場邊等候下一場嘅比賽。當第一場比賽完咗之後，第二場比賽會立即進行嘅。所有球隊、領隊、球員，你哋留意自己去邊一個場區。好嘢，叻仔！飛住，飛前啲，踢啊！思明又係前啲，係啦，一個掹住個對手嘅，另外一個 B 出去得啦。brasileiro